大家好，我是阿成，我是公啊，我是成功少年。听人讲成功少年，成功台语。咱既然讲家己是成功少年，那安尼为什么开始拢爱用台语开讲？好啊。多摆，我已经听两个人报名，今仔日成功台语管遐少啊！哈，等下，咱毋是才拄要练习，你就甲报名参赛，真正是未前学行，就要学飞呢。无啦，我就想讲，本来人拢病大骨，若是无增加压力，恐惊等下就切转去花语啊。哦，你讲了嘛是有理啦。啊，你是报歌厅小的倒一组？歌唱组也是口语组？当然是歌唱组啊！我的歌声遐尔好听，若是无互大家欣赏，毋是真可惜。啊，你欢喜就好啦。啊，你是今后要唱倒一条歌无？即马无红好无？就是电影《总铺师》内底迄条。今嘛无红，今嘛无红，双人枕头剩我一人。今嘛无红，今嘛无红，黑啊蓝啊嘛拢无红。吼，你是在学白唱啥啦？无啊，总铺师负责办道嘛，啊办道哪会无今嘛蓝啊遐会海散？哦，你讲了嘛是有理啦。啊，毋过比赛敢若规定讲袂当黑白改歌词呢？哦，那安尼，你搁拣一条歌好啊？啊，我知，我来唱迄《龙珠回头》好啊。分一支咧点，酒一杯咧打。喂，校园内底袂当食薰，而且你还未20岁呢，请你爱原谅我。这袂当原谅吧？我酒量无好，莫甲我创空。酒量无好，就无爱讲你妈，紧龙珠回头。好啦，我已经决定，袂做一个善良的歹囝。分莫搁食酒，袂搁打。哦，安尼毋才对嘛？是讲你头拄仔敢是唱对龙溜莲迄条歌去啊？对吼，两条拢叫我两乐团唱的，作曲毋对啊。龙珠龙咧，无回头，走去龙溜莲啊。哦，是哦，安那你搁拣另外一条歌好啊？无上台表演才袂唬毋对。哈，有够麻烦的呢，到底要拣倒一条啊？好啦，想无咱就先想口语组的主题好啊。等下，你有报名口语组？唉，讲到这吼，我本来干那报歌唱组尔，啊，毋过口语组的奖金实在伤多啊。若是比较赛，就1000块，啊，着头名有1万块呢。咱即摆就来写歌，安尼毋才对，吼。啊，要拣啥物主题啊？规定讲爱是正面，也是小盖地色。正面小盖地色啊！咱来讲成功台语歌厅秀。这个想法袂歹哦。成功台语歌厅秀毋但符合规定，而且吼内容嘛较好想。对啊，安尼要用啥物表演形式？演讲、广告词、答出个脱秀、话剧、脱剧、广播剧、诗歌朗读，你想要拣倒一种？我感觉答出个袂歹。安尼咱两人拄好，一个人负责缀讲，啊，一个人负责甲吐。好，安尼我要甲人吐。好，安尼即马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成，我是公啊，我是成功少年。公啊，我无想要参加比赛，我个拢背袂起来。我想到一个办法啦，安尼啦，你来背歌，啊，我来负责讲，安尼就解决啦。嘛是会使。等下，我拄仔是咧缀讲啊，你咧甲我吐啊？毋是即种吐法啦，用喙啦，用讲的方式甲我吐啦。像你拄则迄种吐法咯，规气摕真实搁较有效果啦。你是讲着真实？你敢会把真实插伫身躯顶啊？出去，换我来吐啦。听你安尼讲，毋着足够诶。迄当然，而且我个会当用试纸甲你吐哦，真是摕来。讲啊，头壳空空，记伫较输老阿公，免为表演内底讲，怀伫西本无成功。喂，你安尼敢会伤寒？根本就是趁机会甲我考试嘛！我甲你讲，我8点同号嘛看袂少啦，若讲着骂人，我袂输你。干嘛呢？我捏你大头啦！你一支喙吼，敢若鸡母尻川，规工伫遐叭叭叫，人鸡母上无会遐生卵，啊你咧生鸡卵无？放鸡赛有。好啊啦，咱头拄仔毋是讲爱讲正面的内容，啊你骂我想有把正面？
好啦，歹势啊，是我毋对，咱紧做伙来写稿。好啦好啦。总算写好啊！啊，咱讲拄则讲遐济，啊是要练习袂？哦，俗语讲无行袂出名，咱即马就来练习。好，比赛动工。感谢大家参加今仔日的成功台语歌听秀。今日的表演，大家敢看了有够开？有着好，有着好。好，啊，刷落来吼，就是大家上期待公布名册环节啊。好，来，咱即马看到底是谁会得头名？第3名，台湾人爱排队，无来哦。第2名，赶紧来排队，已经闪嘛。好，第1名，成功少年队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，是大家无气嫌啦。喂，是安怎为才开始啦？啊无啊，我就想讲，咱2个人若是得头名吼，是毋是得爱讲得顶感想哈？啊，若是无准备上台吼，讲了踢踢突突，毋是互人看无？哦，你讲了嘛是有理啦。毋过，拢还袂开始比，就讲家己得头名，敢袂想袂见笑？你是咧讲啥啦？你看这边，咱毋就等来比啊？啥？你是讲他拄讨论迄段，伊拢知啊？啊，我冤家，伊嘛拢看到啊！惨啊惨啊！这个表演一定会失败啦！你是咧讲啥？一定会成功啊！因为阮是成功少年，成功少年，成功台语，台语一定会成功。阿成，讲啊！多谢大家。耶！是啊。